Hello，朋友们晚安。抱歉久等了，这2天曼谷非常的塞车，然后我们非常兴奋哈，到我们新的一个专辑《婚姻教战守则》。刚才有问过主讲人，他说要看大家的回应，掌声多一点，我们就可以更多集哦。我自己是很期待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一守则哈，怎么样？婚姻的情境调试。那这个呢，就讲到几个问题，就是你的婚姻的周期在什么阶段呢？新婚甜蜜、生活打拼，还是壮年空巢？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你婚姻的品味在什么阶段？甜蜜、香茶、醇酒，这3个有什么差别呢？我自己也不知道。等一下呢，你一定要听到这里，还有听到最后，夫妻关系的历程在什么阶段？梦幻幻灭发现，很有趣哈。幻灭以后会发现什么呢？那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讲员王廖爱梅师母专业辅导员来跟我们见面。Hello，师母。Hello，大家好。大家礼拜五啊，塞车吗？在曼谷的对，塞车吗？我们刚很塞。所以说很塞车啊，塞的。我说对，我通常到4、5点我都不开车，不出门了，免真的。得呢自己被塞车，然后要做什么事情都很着急啊，对不对？对，礼拜五千万不要开车出门，在曼谷。我们尽量坐那个公共交通工具，7年的教训还是不够，这样还不够还是要哦。还要给他试一下，是以害是是，大家等对了，不好对对，意思。嗯好，嗯嗯。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这个是婚姻的这个系列，叫做婚姻的10大难题哈，就是说针针对症状疑难杂症，是吗？对对对，就是说，大家进入婚姻一定很多的冲撞时间啦，哦，那也有甜蜜的时间啦，但是呢，冲撞的是比较多了啊，甜蜜的呢，当对然也有啦。你对，跟你搞不清楚先生有没有？在你跟你先生有没有车途冲撞的时刻啊？冲了很久，到冲了很久，最近比较好，因为我们结婚哦，18年是吧？喂，有人来坐第一排耶，太感动了。这个哇，是欢迎，谢谢，对，哦，晚上好，晚上好。OK，这是好，梅秀，你就哦，还有还还有杨有啊，Debbie 啊，安琪呀、杨姐啊。也在第一排。欢迎你们啊！好，不错啊，给嗯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师母喽。好的，好的，好，欢迎大家。我们过去3个月呢是讲的是婚前的哈，就是红毯两端的啊。那特别是给那些正在寻找对象的，那就给你们有个机会那了解一下，准备进入婚姻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遇见什么事情。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的课题，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说一个生命周期啊，另一个阶段。就是进入婚姻。那进入婚姻之后呢，将会面对到什么的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啊，大家对一般的事情的看法哈，对婚姻怎么看？那事实上呢，我说这个我把这个主题呢，应该讲说婚姻的面面观哈，面面观的系列。但是呢，我们也是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婚姻。有些难处的时候，有些争吵的时候，或者是有些冲突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应对它？或者是说给自己的婚姻里头呢，你来做一个把脉吧，哈，不论你今天在这边听这个课题的时候呢，婚姻难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我们会一一道数哈，不同的层面，面面观嘛，就是不同的层面的婚姻的状态，那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适应，我们就要去调整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一课呢，我们就讲到婚姻的情境调试。你在婚姻当中，两个人从认识、谈恋爱，然后进入婚姻，然后婚礼之后就是你们两个人世界了。那两个人世界之后呢，那是真的是实战的啊、我们叫做实战，就是说
不再是分开两个地方住了，是两个人结婚之后是同一个屋檐下居住了。那同一个居住之后呢，你们那个爱情啊，就开始面对一些的挑战哈。那我们现在看看哈，一般人呢，现代人啊，你是不是这样的想法哈？现代人的爱情跟婚姻的感觉是什么哈？我们先让几个名人呢、他们的名言吧啊。那来看看他们怎么说呢？苏格拉底是在6世纪哈，不很久的人了。他说人都应该结婚啊，那大家你同意了？对了，人都应该结婚了，是不是啊？一个人太孤单了，一定要再结婚。那这个叫做蒙塔内呢，他说呢，婚姻呢就像鸟笼，他是等于说他进入婚姻的话，就两个人就被关在一个鸟笼里头了，出不去了，飞不出去了啊，所以他有这个思想。那另外一个名人呢叫 Kant， 他说呢，在17世纪呢，他说婚姻呢却像城堡。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英国在欧洲那边呢，很多人有城堡，我们这边没有城堡了。他说婚姻就像城堡一样，城堡是什么？很多的房子，一层又一层，好像困在里头出不来了，一出来就不得了了所以尽量都不会出来的。那这个 Stevenson 呢，19世纪，他婚姻什么？婚姻包括什么？花园跟战场。好的时候，你的婚姻呢，就像花园里头啊，四季如春啊，鸟语花香了。但是呢，两个有冲突的时候呢，哇，真的像战场了啊！那不晓得你们的婚姻是花园呢，还是战场了啊？那另外这个的 McCann 呢，他说人本来很自由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困进去呢？那如果说今天单身的人呢，你们觉得你们现在是单身了，你们要结婚吗？每个人都想结婚啊。这个20世纪的有些人他们是崇尚自由的，他才会这么说哈。那另外一个摩尔林呢，他说最贵的代价发现自己错误，什么意思？他说最贵的代价发现自己结婚了。他就说发现自己错误的结婚了，是现代人爱情跟婚姻观啊。那另外一个叫做Bishop 啦，他说是否结婚都不要勉强，反正等等的，就让个人去想了哈。那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想？婚姻是什么呢？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华人了，还有其他人说的，在最完美的爱情在小说里。大家以前年代哈，我们那个年代看琼瑶小说，现在还有没有人看琼瑶小说啊？迷得很最完美的爱情在小说里头，那最完美的婚姻呢，在梦境里，最完美的婚姻在你梦里头才有的啊。那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回梦，你同意吗？但有人说再不结婚呢，爱情就什么死无葬身之地啊？那不晓得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思想了啊？但是呢，在爱情当中呢，有人呢视死如归，可以为爱情殉情，是不是视死如归啊？但是在婚姻当中呢，有人视归呢如死，什么意思？哎呀，想到下班了要回家。不要回家好一点吧，觉得回家之后好像是要去死一样的感觉哈。但是你婚姻如果是有这样的话，那就是很悲哀了，是不是？那刚好今天下班了，周五了有家庭的，有夫妻的，你们是想赶回去看你那一半呢，还是哎呀把车慢慢开塞远关系了，反正说就是塞车嘛，慢慢塞回去吧，慢慢塞渡回去吧啊？到底你是哪一个呢？那过去呢，单身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我总要熬到半夜，他才要离开就是说加班的时候，他要陪你加班谈话谈到半夜才离开的但是呢，结婚之后是怎么样？他总是要熬到半夜才回家。你有没有说有没有听说以前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很多日本的先生呢，他们下班呢不会赶快回家的。因为他说赶快回家的话，老婆会说他不出血，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会跟同事呢，今天去居酒屋啦喝一汤，然后在隔壁在这卡拉 OK 再唱一下，然后再找一个那个那个居酒台那边再去吃一宵夜才回家，醉醺醺才回家。他觉得太太说你今天有应酬是，然后太太就很开心了那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为了不想让老婆说他没出息，没有应酬所以呢总是熬到半夜才回家。所以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呢，如果有一次我们晚上回去的时候11、2点，我们就有时看到很多的日本男人呢，就
喝醉酒的醉在那个电车的月台上面哦，他们喝醉了，他不晓得怎么办呢，也没有人带他回去，对吧？啊，所以也是很悲哀的吧？啊，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哈，那我们说呢，夫妻要像什么？一双筷子。如果说跟西方人讲筷子，他们不懂，我们就讲刀叉嘛，哈。但是呢，夫妻我们华人来讲嘛，夫妻要像一双筷子，谁也离不开谁，而且酸甜苦辣都一起尝，是不是？一双筷子，你吃饭，你一起夹甜的，夹咸的，夹酸的，夹辣的，都一起尝嘛。一双筷子，那这个筷子呢，只能是经久耐磨的象牙筷，而不是一次性的免洗筷。现在很多人就是免洗筷，但是呢，我就发觉到现在呢，在台湾呢，在香港，有人就携带自己的筷子啊，这是可以洗的啊，不会说立刻不用洗的就丢掉的哈。所以我们说呢，夫妻要像一个筷子，酸甜苦辣都一起尝。那现代的人呢，东西坏了就丢，那以前的人呢，东西坏了就修啊。我记得那我手表坏掉了。哎呀，我爸爸说好，我们去那个手表店呢，去把它修一修，啊，修一修就可以用了吗？是不是？但是呢，有些人说，现在的人说手表坏了没关系啊，丢掉啊，这样换一个新的，是不是？哈，等于说现代人跟以前人有不一样，但是现在也有现代人东西坏了还是去修哦，像我牧师先生啊，他也是东西坏了还一定要修，他不会说立刻买的，他说好好的修，修了还可以用的嘛，是不是？那婚姻呢是怎么样呢？啊？那我们来看呢，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哈，婚姻是什么呢？是神所立的。神设立婚姻的心意是什么样呢？神设立婚姻是让我们享受，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那有些人在吵架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受了哪辈子的咒诅啊，嫁给你，我娶了你。”哈，事实上呢，神设立的婚姻的心意是祝福的，不是咒诅的。然后呢？神设立婚姻，要我们在婚姻当中是快活，不是受苦的啊。OK 啊，应该是快活度日啊，不是在那边受苦灾难的，唉声叹气的啊。那另外呢，我们说婚姻呢，应该是亲密，但是不是疏离。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说你说像一双筷子一样，是不是很亲密呢？我们在一起是很亲亲密密的啊，不是疏离的啊。疏离就有像刀叉嘛，刀跟叉。你要夹在一起，要切一个东西，还是有个距离，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刀叉，我们是筷子啊。然后呢，另外一种就是婚姻呢，是神设立的婚姻，是要我们彼此珍惜。我们说夫妻是什么？一男一女，一心一意，一生一世。所以呢，我们说夫妻呢，我们夫妻的婚姻生活是什么？一生学习，一世的珍惜。所以等于说要彼此珍惜对方，彼此学习对方，彼此来成长很重要。我们说婚姻生活是我们最后人生学习的一个阶段哈。那婚姻呢，对基督徒而言来讲呢，婚姻是什么呢？是一个见证，见证神在我们婚姻当中的美妙。因为说神是爱，我们因为爱，因为神的爱，我们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之后呢，是一种彼此来服侍，来侍奉。我和我一家都要侍奉耶和华，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立场啊。那我们说在圣经里头还有说什么呢？夫妻呢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你们同不同意啊？啊，你看啊，圣经怎么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男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要帮助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是不是啊？从一个相爱，然后相助到相亲，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成为一体。当夫妻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当在发生那种性关系的时候，是不是一种一体呢？啊，如果说这个进入婚姻的人就明白这个我说的意思哈，所以这是圣经说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既然他是你的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珍惜他呢？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跟他彼此的爱的交流呢？彼此的关顾呢？啊，就是说相爱，因为你们相爱嘛，
因为你们恋爱嘛，进入婚姻当中嘛，进入婚姻当中的时候呢，就互相帮助，互相帮助呢，就在相亲相爱啊，就是彼此关心，彼此有亲密的一个关系感觉嘛，是不是？好，所以说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那既然说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你看看圣经又怎么说，到什么层面呢？传道书9章9节说什么？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啊！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啊？快活度日啊！你们工作下班了回来啊，两个人一起享受二人世界，享受你们所筑的爱之窝，在那里你们去享受，然后更加进入到什么几乎的亲密关系，就是快活度日，在那里在性生活上面更加的彼此喜悦对方，更加的彼此让对方得到满足哈。所以从一个相爱到相助，彼此相爱，彼此帮助，跟着彼此亲密到彼此相欢，就是有四个字送给你们哈：相爱、相助、相亲、相欢。就在相欢意思，就在性里头的得到满足，在享受那个快活度日的那个感觉啊。但是为什么有人说，那我们夫妻应该是很亲密的？那为什么有这么的问题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呢，跟这个电子时代很有关系的。世代的婚姻危机啊，我们说危机是什么危机呢？婚姻问题呢持续的恶化啊，特别是说在平常啊，我们说现在呢，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华人嘛哈，我们暂时不说西方人哈，华人的婚姻哈，以前呢很少人听说离婚的。但是呢，慢慢的离婚的数字越来越高了。我还记得呢，我去年在说呢，在中国的很多的10大经济特区的城市呢，离婚率大概只有30多吧，还没有到40。结果我上礼拜呢，刚好就上了一个课程。那我有个同学呢，他们是这个黑龙江的，他们说啊，他们那边呢，很接近苏联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他们这个离婚率呢达到几啊，60%以上了，很高的一个百分比啊。那婚姻问题是什么？持续恶化，不高兴就分手了哈。还有呢，婚姻满意度继续下降。你们对你的婚姻满意度高不高呢？我们等一下有问卷给你们试试看，问你们的婚姻满意度如何，为自己打分数哦。你自己的婚姻满意度如何？让你自己先想想看。是我们要用10分来讲的话呢，婚姻满意度呢，你是10呢、9呢、8呢、3呢、2呢，还是1呢？好，那我们说抢救婚姻不容易成功。事实上，我们就说婚前辅导、婚前的一个教育是那么重要。如果你不做好婚前教育的，婚后呢？那个的难处呢，你更难去处理的哈。那我当时讲说这个美国的 Oklahoma 州，我就是不讲了，因为这是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跳过去啊。那婚姻怎么会变了样了呢？你们结婚几年了？5年，还是刚结婚1年、2年啊？那我结婚37年了哈。那我们很多的经历过哈，酸甜苦辣。四季如春还是四季如夏啊？那大家你们的婚姻怎么样呢？有没有变了样呢？你们告诉我们啊！你问你自己，或者是跟你配偶互相想想看啊。夫妻婚姻怎么会变了样？不知珍惜。我们说夫妻应该彼此珍惜，有没有彼此珍惜呢？会变样的问题，婚姻会出现问题是什么回事呢？那就是不知道珍惜你所爱的，不知道珍惜你所娶的，不知道珍惜你所嫁的配偶。刚开始彼此很珍惜，但是一结婚之后开始这样有处工作啦、姻亲啦，就开始有点变了样了，是不是？变到什么味道呢？酸甜苦辣，哪个味道呢？还有呢？结婚之后变为讲，就是变成自我中心了。自我中心呢，不只是有些人讲说，常常会讲说都是女人很自我中心。
但是也不一定哦，男人也有哦。我那天呢听到一个男士啊，他在分享，他也在劝导大家，他们结婚也40多年了，他承认他是男士，他讲给我听的，他说我们男人呢也很自我，也很任性。所以他说，我们不要老是说女人啊自我，他说男人也会有自我啊，还有任性哦。哇，我说这句话真从他口中说出来，不是女人说，是男人自己说的啊啊，变了样，到底是谁有自我中心呢？开始没有体谅对方呢？再来呢，不懂得调试。调试的意思是什么？当你结婚之后，生活的形态不同的，有人是起得早，有人起得晚，有人是早睡，有人晚睡。那大家已经还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在调试的过程当中，你要去预知自己说啊，他跟我不一样，他的生活形态跟我不一样啊。他吃饭呢，譬如说，如果说像我女儿，我女儿吃饭是左手的，那后来她也会用右手的，所以等于说，如果她发觉到说她用左手吃饭碰到人家，她赶快就用转右手吃饭哈。所以等于说你要懂得怎么样去调试，但是婚姻会出了问题，是因为夫妻两个人不懂得去调试那种的变化，那种的那种的转换啊。譬如说婚姻当中，当你结婚了，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你可能还已经调试的差不多了，但是有孩子来的时候，你也要去调试，因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周期是不断有不同的阶段的，我们要去调试一下，要自己心里有一个预知说啊，我现在下一段，或者是在几个月后，我们生活上可能有一些变迁啊，譬如说公司要调职啊，或者是说公司要你去升职位啦，或者是要叫你做其他可能你工作上有受到影响，但是婚姻当中呢也会受影响。不要说你工作调职的关系不会影响到你婚姻生活，是会的啊。或者是说换的工作也是会影响到婚姻，因为那个生活时间不一样了，生活形态也不太一样了啊。那还有呢，不够亲密，谈恋爱的时候卿卿我我，结果人之后好像说，哎呀，反正结了嘛，我就忘了那个亲密了啊，哎呀，觉得我们的这亲密都已经有发生性关系了啊，我们已经有这个性生活了，就觉得说啊，这样就够了吧。事实上呢，婚姻还是要必须持续的经营的啊，还要彼此还是亲密，还是要保持有亲密感的啊。好，还有呢，婚姻呢不良的沟通，有时候呢在谈恋爱呢都会迁就对方，结婚人之后可能就不迁就对方了，然后最后在讲话的时候，快，好像就没有耐性了。那没有耐性的话就不想听了，不想听的话就达到什么不良沟通了哈。所以等于说，这个婚姻当中有这几样的问题啊，就是说会变样的原因是有这5样的问题在后面在作祟，所以你要去思想，你们夫妻当中有没有其中一样呢？那就要赶快去警惕一下自己哦，哈。那我们说还有第一个，来我们讲误解双方期待的落差。我们每一个人呢，结婚之后的人呢，都对对方有所期待，可能你没有说出来，但是你会以为他知道。在婚姻当中呢，不要以为对方都知道你所想的。如果你不说，他真的不知道。不要以为他应该知道哈，因为不了解双方期待的落差。第一个，你看这边啊，以为双方对婚姻有相同的认知，不要以为在婚姻当中，不要以为要确认啊。我觉得呢，我们结婚这5年了，我们要怎么样做？你觉得我们5年的计划是怎么样？那有些时候呢，老公或是老婆说啊，你计划就好了，我们就跟着做。但是真的计划出来跟着做的时候，哎，我没有说要这样做啊，但是你又吵起来，哎，你不是说你做了，我做计划，你跟我做嘛？所以说他那个相同的认知，不要以为你们都觉得说啊，你计划好了，我跟着做，但是呢，到后来不是跟着做哦，就会反而咬一口哦，你没有告诉我，我怎么可以跟你一起做？所以呢，这就会引起一些的误差了啊。第二个，以为既然彼此相爱，婚后对方一定会改变成我所期待的样子，这个呢，大家要注意。有人会觉得说啊，我谈恋爱，我一定可以改变他，没有人可以改变谁的，只有说他愿意被改变，不是被你改变，他自己愿意改变，
所以呢，既然彼此相爱，不要以为对方结婚后他一定会改变你所期待的，不一定的可能你会跟他讲说，我告诉你我们的牙膏要这样做牙膏放左边，牙刷放右边，要刷牙的时候就拿起来的，那牙膏要挤中间，那牙膏要挤下面，这是婚前的协议婚后之后怎么样？好像都忘记那个协议了，对不对？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他都跟你谈好了，但是他没有变出来，不要以为是这样子期待他为你改变这就是一个落差。第三，以为配偶会满足我人生的需要，你人生有什么需要？你有没有告诉他？如果你没有告诉他的话，他无法满足你，甚至他也不见得可以满足你，因为这是你的需要，不是他的需要。除非他真的说好，我们相谈了那有哪些需要呢？我们都大概说一下当你心灵空虚的时候，你以为对方可以填满你心里的空虚，实际上不一定的。如果说你以为对方可以填满的话，为什么有些人结婚之后还会有思想上的外遇，就是说手机外遇还没有达到这个性方面的外遇那还有呢，第二个，人生的缺憾对方可以弥补，好像你缺少什么，你遗失了什么，你是期待对方可以弥补你的缺憾，不要以为第三，生命的创伤对方可以医治，你的配偶不是医生，他不见得可以医治你的创伤我常常处理一些对夫妇，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先生都会跟我投诉说，他太太不了解他小时候的创伤。我还以为我结婚之后，他可以安慰我，他可以让我把那个创伤医好。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太太可以医治你这不是他不了解你的一个受创的事，你不告诉他，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之后，他可以帮助你，或者是找辅导嘛，是不是不要以为你的生命创伤对方可以医治。很多时候，我来做一个婚后辅导的人，他们曾经对方比如说男的小时候受到一些创伤，女的小时候也受到一些创伤，但是他们在婚前辅导过程当中呢，甚至不是我帮他们做婚前辅导，或者他们有做过婚前辅导，所以他们就带着那种创伤，带着那种缺憾，带着那种心理的空虚进入婚姻当中的时候，就以为结婚之后这些都可以填满，缺憾可以弥补，创伤可以得医治，不要以为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不了解双方期待带来的落差这是给大家了解一下，不要三个以为不要以为双方对婚姻都有相同认知。我希望如果你们夫妇两个都听这个课的时候，你们可以去讨论一下，你们对双方的目标是什么？那你们有没有期待我改变呢？你期待我改变像什么样吗？有没有这样子的期待呢？还有呢，你有什么内心的需要呢？不够了，你需要他填补吗？那如果他说他不行的话，那你就要讲一讲了，怎么样帮助你来满足，或者是来怎么解决你心里的空虚呢？那你人生的缺憾是什么呢？他可以帮助到你吗？弥补到你吗？他不可以弥补到你这是要摊开来讲的既然是夫妻了，两个人就要好好的去谈一谈我们说打开包包打开，然后彼此夫妻嘛，就是要完全的敞开，完全的透明但是有些人呢，在夫妻的过程当中呢，反而不见得很透明的。好，这个也是很可惜的好，那我们看第二个，未曾检验真实的自我，什么意思？未曾检验真实的自我，就是说你不认识自己。有些人呢，结了婚之后还不太认识自己，那不太认识自己的时候呢，就以为对方也认识他。有些时候是你的配偶认识你，比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还要多所以呢，我们就说第一个，自我的盲点，自我认识不清，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动作，你带出来给对方什么感觉？你以为你就是这样。但是呢，你给对方的感觉呢，不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你要了解自己。如果你没有做过婚前辅导，如果你没有跟有人谈过，你只是你夫妻两个人的时候，你要去认识，或是你问你的配偶，
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互相问一下。如果他说你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他说的不太像你以为的话，那就可能说你真的不认识自己了。因为我们说旁观者清嘛，从旁边来认识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所以配偶很重要，配偶就帮助你来认识你自己。好，当然就是说在市面上也有教你什么怎么认识自己了。那我譬如说我很喜欢讲那个9型人格，就可以帮助到大家怎么样来认识自己，你是谁很多人是不认识自己的。OK， 还有另外一个呢这是我昨天的问了一些英文系的人请他把翻译这个经文了好，不能面对隐藏真实的自我。哪些真实的自我呢？夫妻之间是不是要说话？夫妻之间是不是要你说我听呢？还有夫妻之间是不是要一起生活呢？还是夫妻之间是不是要一些的一个性生活呢？那这个是用英文的一个意思来说就是说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那他们给我的是文言文啦那你们大概的就是说我们在说话，但是我们没有在谈话。我们好像在说但是呢不是在说你心里头没说出来的话那这就是说隐藏的自我，不敢讲，应该讲了你不敢讲。那听，但是听了听话了，但是呢话呢没有听进去了他在讲你是听了但是你真的听到了吗？没听到。所以有时候夫妻常常吵架，我在说话你怎么不听？我听啦那有些时候夫妻之间呢，我是觉得建议大家我们说话跟听话，夫妻呢最好眼睛对眼睛，这样子对方会觉得你尊敬他，甚至他觉得你重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老公你说什么我听你你说吧老婆你要说什么我听你在听你你告诉我你希望我知道你什么呢你希望我帮你什么呢等于说在对话的过程当中表达你的在专心听他说话了还有呢我们讲这个 making love 就是说做爱，有些人只会做爱但是没有谈爱，做爱只是内上了，但是做爱要有前戏，要谈情说爱那有些人呢不会表达内在的东西还有呢再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住在一起，对不起我又跑掉了住在一起但是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分享你的需要，分享你内心的感觉，分享你的浪漫的东西，分享你真的想跟他分享好美妙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人是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呢感情有没有交流不见得有的。所以等于说在婚姻当中会有些的问题，都是这些几个点上面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你们婚姻生活是不是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好，那我来跟大家讲讲一些算是很悲哀的笑话什么叫悲哀的笑话就是说真假的谎言那当然就是说什么叫真假的谎言呢？给大家了解一下你们看看这图片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吧。你看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大家看看这个图画是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那是怎么样同一个人呢？你看你们的左手边那个人对你的左手边那个人跟右手边那个人，右手边那个是不是比较漂亮就是说他们做了美容了，整形了，是不是那我们说怎么会跟这真假谎言有什么关系呢？等一下我讲你就知道了好，这个图画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你看这个是模特儿啦美女帅哥啦，怎么生下的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样子呢？但是他们以为说是不是他们做了整形了，所以孩子生出来就恢复原形了当然你们可以看到我上面写的嘛网络流传一张照片，外形靓丽的夫妻生下3个不像是同一个家人的小孩，这是一家整形诊所的广告，标语还写着呢，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该如何跟孩子解释，却让女模的真实人生陷入3年的噩梦这个黑底呢因为广告照片太红了，导致被外界认为她是整形的。
那他在记者会上哭诉说，国内外再没有接过个人性的大案子了，就表示说，这个是整形诊所啊，要表明说他们的帮你要做整容的，但是他就用这个图片来告诉你说，你要整形的话呢，你要注意哦，你要整形之后，你要跟对方讲好，你的孩子生出来可能不是你整形后的样子哦，对吧 ？DNA 嘛，等于说这个真假的谎言了。但是呢，真的是也有这么一件事情，这只是一个模特儿哈，他的所经历的哈，他是说事实上这是有人把他广告呢弄得不好啊，把那个修图弄得这样子，故意的哈，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不是真的一个家庭的。但是你看看这个人左边的呢，有没有写 before 跟 after？ 之前原来是这样，整形之后哇，变了一个人了，不一样了，很漂亮，对不对？结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一天呢，这个人呢，这是真实故事了啊，这个一个叫做冯先生吧，他看到他女儿的长相的时候，他冒起火来，他以为老婆在外边偷情，生下别人孩子，因为他觉得他那女儿也不像他，也不像他老婆，他就觉得他老婆一直在外面有跟人生下的孩子，要控告他妻子不忠。他提出告诉之后呢，妻子强调自己没有外遇，但是坦诚在认识这个冯先生之前有整形过，只是没有告诉过他。那这个冯先生呢，虽然说厘清真相了，知道女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但是仍然向法院申请离婚。理由是什么？妻子以虚假的容貌欺骗了他，最后法院同意离婚，并判整形的太太需要赔钱给这位冯先生啊。所以等于说，这就是真假的啊。你说真假的谎言了。如果说你结婚前，因为现在太多人流行整形嘛，我们知道说这个韩国的父母在女儿呢，或者儿子呢，18岁呢，毕业礼物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个整形，整鼻子啦，整眼睛啦，整哪里的哈。那我在泰国的学生呢，也是毕业之后呢，他也是整了鼻子，整了眼睛，还整了他的身体更加丰满，还把他皮肤整得更白啊。所以呢，当然他父母是愿意出钱了哈。但是如果说结婚后呢，就要跟你的对象、你的配偶告诉他，你整形过，免得你们生下的孩子不像你现在的你哦。所以来说，这是就是虚伪的啊，真实性哈，遮盖你真正的我啊。这是从大家讲，用这个来例子来叙说了啊。那第三个呢，夫妻之间为什么婚姻会有一些难处呢？就是缺乏同心协力的策略。哇，你说，哎，夫妻还有策略吗？当然有了。我们说常常讲婚姻需要经营嘛，你在经营事业，很多人很容易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开创事业，但是他们很少用他的时间去经营他的家庭，经营他的婚姻生活。到后来，生意是成功了，但是家庭可能就破裂了。好，所以等于说这是需要有个策略了哈。夫妻婚姻都是要同心的嘛哈，两个人合而为一体嘛。圣经怎么说？合而为一体就表示说一起同心同力来经营你们的婚姻。那有3个字给大家。第一个 C commitment， 婚姻呢需要彼此同时委身在这个婚姻当中。不能说要对方委身而已，你自己不委身啊。这个婚姻当中必要委身这个婚姻，怎么样一起来把自己的婚姻经营的好，因为2个人在一起生活，你们要活一生的不，活一世的不，一生一世，是不是啊？我们之前在讲嘛，我们有8个一嘛，对不对？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那你就要有委身啊。对不对？委身在这个家庭，委身在这个婚姻当中。还有呢 ，A 呢 ，adjustment 调试，每一个阶段，我们说生命周期，生命的周期不同的阶段，从小孩、中学、高中、大学、社会，然后单身、婚前，然后进入婚姻，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生命周期。但是进入婚姻当中哈，我们这场婚姻当中也有不同的周期嘛。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二人世界。然后结婚到几年之后呢，怀孕了，太太怀孕了，那准备要做爸爸妈妈了。那做爸爸妈妈，那孩子出生了，孩子的生命的周期就影响到夫妻婚姻的生命周期的调配调试。你要懂得怎么去调试是很重要的。有些人觉得说，哎，还没有孩子之前生活是这样，生了孩子之前还是这样，那当然就会有些的冲突了。就是有些冲突，所以必须要去调试一下要自知啊，你们现在婚姻的状态是在哪个阶段啊？And nutriment 就是滋养，怎么样滋润你们的婚姻生活怎么样滋润你们的生活？所以呢，你们两个如果说夫妻在看这个节目的话，在我们这边讲座的时候，你就互相来讲，你们应该什么 ？Yes, we can， 告诉对方。我可以为生，我愿意调试，我愿意来滋养我们的婚姻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甜甜蜜蜜，更加的享受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你可以吗？可以的话，告诉你的配偶说 ，Yes, we can 如果你配偶跟你一起在听的话，那我们说第4个调试，你婚姻的调试那个阶段情境的调试。无法调试情境的变迁，我们就刚刚讲嘛，人生阶段的变迁是很多的变迁嘛，对不对？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每个阶段都有不相同，但又是息息相关。你说两个人结婚，太太怀孕了，跟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她害喜了，她不想吃这，不想吃那个，那你是不是要去周章呢？去买给她吃的我常跟人家讲一个比喻我先生的表姐呢，怀孕的时候呢，很喜欢吃牛排。她先生每天要去买牛排回来给她吃，那吃了1-2个月说不吃了，那就换着另外吃呀。等于说这是互相息息相关的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她不见得想要吃牛排，是不是生完孩子包尿布，孩子喂奶，这个阶段又不同的。你期待说只有太太喂奶吗？对，没有错，太太喂母奶，但是太太也很累，要睡觉。那就可以把母奶存起来，然后半夜先生也可以帮忙喂奶等于说这个阶段的变迁都有息息相关的。但是呢，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危机，又充满挑战跟新的机会。危机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譬如说我们从一个怀孕到生完孩子的婚姻生活，那种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父母。孩子生出来，他是怎么样的状态？是男是女？他的好睡觉的孩子呢，还是不容易睡觉的娃娃呢？很会吃奶的娃娃呢，还是不怎么吃奶的娃娃呢？这些都很大的一个危机在当中那如果是喂母奶的妈妈，那如果说你想喂他，但是这孩子不想吃你的母奶怎么办呢？那就会你自己也会很气馁那先生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没有奶他只有奶粉对不对？来冲奶给孩子喝。所以你说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但是又息息相关，对不对？当孩子如果说差不多可以跑啦，可以走啦，读书啦要上学啦，那个经济上也受影响吧。等于说这次的你们要这种去调试你们每个阶段那如果说调试不来，可能就要找外力了找你的父母啦、公公婆婆啦来帮忙吗？还是你不愿意来帮忙呢？就看是夫妻之间要去谈好的好，第3个，夫妻若彼此有一种容量 capacity， 你的容量来调试，来发掘你们彼此的那个容量大吗？还是容量小？如果说发觉对方的容量小，你就不要期待他要跟你一样容量大。但是如果对方是容量大，但是你是容量小，你也让对方知道说，我实在不能容量我的容量是那么少等于说大家彼此要去了解，那了解之后大家就要调整，所以呢，彼此的关系呢就会成长如果说你不去调试的话呢，你们2个人就会在那互相埋怨、互相攻击、互相挑衅对方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是你要去接受我们婚姻当中有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要懂得怎么样去调试那种变迁的关系啊。第二个，不可预测的风暴，譬如说我刚结婚，然后结婚半年后呢怀孕了，怀孕了之后呢又过3个月呢我流产了，这就是不可预测的。流产之后那可能身体上应该调试了，然后就开始有这种心理上的不舒服，那可能是也会怪责对方，或者是对方说你怎么会这样子，都怎么不好照顾你身体，怎么让它流掉啊？等于说在夫妻当中都会有这种的恩恩怨怨吵吵闹闹，但是你要懂得在那种状态之下，你怎么样去接纳对方的难过，怎么样去包容他这时候的处境哈。那这就是不可预测的风暴，你怎么样去预备自己去调试那种风暴来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它呢？这就是说给大家来一个了解了。那你看看哈，那我们来看看再下一个啊，后现代后现代家庭有5大的危机。那5大危机呢？第一个，个人主义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在直播前的人，你们都很明白，在10多年前、20多年前都没有手机的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是什么呀？大家就和气融融，有话说，有这个说。一旦有的时候呢，谁也不顾谁了，我的手机就是我的生命了，我的手机就是我接触的一个生活圈子了哈。那这个是带给家庭的危机，但是同样的呢，也带给什么？带给夫妻之间。以前夫妻呢，大家还有说有笑，在家里吃饭你做菜我洗碗这些，但是一旦开始有手机的问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3觉4觉呢都不会想动，因为他忙着在回他的手机的信息个人主义很自我的，对不对？那甚至小孩也一样，当你家里有小孩的话，也会影响到你夫妻婚姻的关系了你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婚姻的关系呢？你们怎么样去调试自己在这种状态之下呢还有呢，家庭为第二个是什么呢？自由主义了我爱做这个，谁要你管等于说这个自由主义也会影响到，这是我们后面会说的那第3个呢，就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也都知道啦孩子或是老公，哎呀，老公，我曾经听到一对夫妇在讲话，他先生呢出差，然后出差呢，他就跟我讲我每次出差呢，一定要买东西给我太太。那我说你买什么？买很多买香水啦，买包包买这个买那个啦。结果他太太呢，回去给他太太之后，他以为他太太要这个东西，后来他太太说：“我才不要这些东西。”先生以为物质可以满足太太，太太不要但是呢，这物质就是说，现在的人很追求物质啦但是不是今天我们来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夫妻这些东西在影响我们夫妻的关系还有第4个是享乐主义有些时候呢，一般的人呢都很喜欢说，哎呀，反正就是不要出钱嘛，有的钱去玩乐，完了没有钱再说这个是享乐主义的一个情况不做其他事情都有的不想然后还有呢，人本主义就是很多的问题，所以等于说这是后现代家庭的危机带来我们夫妻的关系。那我们说这个婚姻我们来讲这个婚姻的面观，我们来讲到婚姻的一个我们那个帮我取的名字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的第1题就讲到这什么教战守则教导大家怎么样去为家征战的原则的手册那今天只是一个开场白第一天的开场白因为婚姻是很复杂的层面。那我要跟你们说呢，婚姻呢，我们会列为有10大难题在影响着我们。然后未来的应该也是未来的2个多月我们会一次一次来讲这个难题。那有这个难题的时候呢，你怎么去跨越它？你怎么去面对它？你怎么去
处理它，你怎么样去迎接它，甚至你怎么样去两个人怎么样去配合，然后调试它，这就是夫妻两个人一起要作战的啊，作战一起作战呢，不是说你跟他打战哦，是两个人一起作战来面对这些的挑战，明白吧？啊，大家不要把那个字弄错了。OK， 好，来。这个跟我们婚后呢，这个婚前辅导有10大难题一样啊，但是这边也不太一样啊。你们可以看呢，婚姻的10大难题有包括哪些了？啊，差异悬殊怎么办？有些人说，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做过婚前辅导，所以呢，婚前辅导呢没有做的人呢，他们就不了解他们的差异在影响着他们。差异是指什么？差异是说表示什么？他的性格。不是讲到高矮胖瘦啊，当然高矮胖瘦有时候会影响了哈，但是呢，差异的悬殊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包括他的原生家庭跟你的不同，包括你的个性，包括你慢拍子，他快拍子啊，那个差异，包括你是感性，他是理性啊，包括他的思维，他的想法。啊，包括他是男他是女，每个人不同，还包括什么呢？我们说原生家庭，包括还有什么？还包括他在家里排行老几，这些的差异悬殊啊，我们可能会找另外一对呢，他很差异很悬殊的来现身说法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个性不合怎么办？那我们刚才讲的个性不合怎么办啊？个性不合呢，跟他本人有关系，但是有些人说自己没有自知之明啊，不了解自己嘛，不了解自己那个个性的话，你怎么期待对方跟你配合呢？啊，所以等于说个性不合又应该怎么办呢？好，第三个，财务困难怎么办？通常我们说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在工作，你管你自己的钱包。甚至有些的单身的弟兄或姐妹啊，你的钱包可能你父母都要帮你管啊。我知道有些的单身的女孩或男孩啊，他父母有时候会跟他讲说：好，你每个月赚钱多少钱，放多少钱在我这，我帮你存起来，等到你结婚的时候就有一笔钱给你去结婚了，懂意思吧？但是结婚后，你的财务就不能再跟你家人的财务有关联了，应该你们的财务夫妇两个来管理你们的财务，你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你们有财务困难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会探讨的课题的啊。好，那第4个呢，远距夫妻。什么叫远距夫妻呢？啊，我们之前在谈那个婚前教育的时候，婚前教育之前呢，有些人说他们谈恋爱是什么远距离嘛？啊，谈恋爱的话就是线上谈恋爱，或者是说他今天被公司派到外地去，他在那边上班，你在那边上班，然后你们两个人只能透过视频，透过电话，那这是远距离，可能是1年见一次，可能半年才见一次，那是在交男朋友的时候哦，还可以，对不对？但是当你远距离的时候，已经夫妻了呢，你就无法实行夫妻之礼啦。那远距离怎么办呢？啊，曾经有一对夫妇呢，他们是远距离的，然后先生呢来到这边泰国工作，然后太太在家里头带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先生呢就说，这个先生说，我在这里，我想念我的孩子，想念我太太。那我说你要多久回去？我说我太太说没关系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说那你一直不想回去吗？他说也是想回去的，不过我想应该没问题的，我只是担心我自己能把握得住，什么意思吗？因为他来到泰国工作的话，那个诱惑太大了，他就觉得说自己要拿捏的好。但是我反过来跟他讲，我说你觉得只有你有诱惑吗？你太太没有吗？他怎么会有啊？然后刚好他太太来到泰国来看他了，我就把他们两个叫来，我说你们谈谈看。我说你先生说他也告诉你要为他祷告，让他在泰国这边工作呢，不要遇到一些诱惑试探哦，啊。那我说你会有吧？他先生说他绝对会没有的。就他太太说你怎么知道？把他先生吓到了。哇，怎么知道？他说因为
有啊，有男生在追我呀。她老公谁谁谁，她很紧张了。那这个弟兄说，哦，原来这样。我说你看看你太太很漂亮哎，所以他不察觉啊。所以这里说呢，远距离夫妻的时候要有预先预备，你们要远距离的时候，你们要外派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哈？那我也希望给大家有一些的提示。第5个，夫妻沟通不良的时候怎么办？为什么会沟通不良？是因为姻亲的关系沟通不良呢，还是教育孩子的沟通不良呢？还是你说的他听不懂呢？还是说他是外国人，你是华人呢？那你沟通不良，你应该怎么办呢？那这里我会告诉你的啊。那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把它列出来的。第6个，容易起冲突怎么办？夫妻当中免不了，一定会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常会鼓励这些准备要结婚的人说，我说你们有冲突没关系啊，有冲突才好。我为什么有冲突？我说有冲突，但是要懂得怎么样去解决冲突，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我鼓励大家有冲突，只是说你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那个冲突，那带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好，这个就是帮助大家就是说你当你夫妻当中有一些的小事情，芝麻小事都会起冲突的，但起冲突的时候有一些方法的，有一些方案的所以会给大家有一些的提示啊。第7个，姻亲困扰怎么办？姻亲困扰就是说公公婆婆岳父岳母那干扰的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说在华人里头，不只是华人，亚洲吧韩国也有这个问题这些都有婆媳问题。那婆媳问题怎么办呢？那做儿子的应该怎么办？做这个媳妇儿应该怎么办？或者是说不只是跟公婆有问题哦也是可能是岳父岳母也有一些的困扰哦。那在这种当中有困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会提供一些的资讯提供一些的方法，帮助大家怎么样去面对的哈。好，第8个，哎呀，这个是很高很难，不是很难说的，这是很多人是有口难开有口难言性爱不满怎么办？当然就是说有些人不会在众人面前说这些事情啦但是我们还会谈到，因为夫妻之间这个性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性爱不满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不是性学家但是起码我在做辅导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部分。夫妻在性方面的需求，夫妻在性方面的不足，或者夫妻在性方面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提出来谈论的，不要放在那里不谈，而且反而会影响你们夫妻的亲密关系。好，那当然我们就说这个我们会来给大家有个讨论的第9个，配偶外遇了怎么办？哇，这件事情现在是几乎好像热门的题目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说有什么小三小王有外遇1外遇2啦这些配偶外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好，那我们也会鼓励大家彼此了解为什么会有外遇的原因，那外遇来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应对那我们也会提出这些给你们一些的解决方案，好吗？那第10个，想要离婚的时候怎么办？你想要离婚，那孩子呢？好，事实上这个婚姻的难题，这婚姻的10大难题，这10大难题里头还没有讲到孩子我们还没有讲到亲子教育的部分好，只是在夫妻里头，这个婚姻10大难题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说你珍惜你夫妻的关系，珍惜你好不容易2个人恋爱结合成为夫妻，既然有人是爱情长跑几年，然后结为夫妻之后，应该是互相的珍惜对方，然后互相的彼此学习，互相的相亲相爱，相助到相欢相亲相爱相助相欢
那如果你无法相亲，你无法相爱，无法相助，无法相欢的话，就可能走到离婚的阶段。但是呢，尽量不要走到离婚的阶段啊，一定要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是你愿不愿意哈。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婚姻10大难题是后面几个2个月，应该2个多月吧哈，我们每一个礼拜会有一个课题的啊。那也希望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是在哪个课题，你想提出来来问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你觉得你不方便公开问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私讯我们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主持人这个Esther 好吗？或者是发 Messenger 给我也可以的我们可以探讨来这个问题因为觉得婚姻既然是神所设立的，那婚姻是我们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是人生成长的一个机会。你既然结了婚了，就好好守住这个婚姻。那婚姻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说不能解决的，是可以解决的，只是你愿不愿意解决。甚至你记得我常常讲这句话，我在跟婚前的人讲，在婚后的人讲，你既然是帕托，你既然是恋爱，你选了你所爱的，那你应该爱你所选择的，到一生一世。好，这就是我们期待的。为什么要讲婚姻？我们为什么要讲说婚姻这方面的课题？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好好享受你的婚姻生活，是很重要的哈。我结婚38年，我是很享受婚姻的，不过可惜呢，我先生先到天父那里去了哈。但是我更加愿意说以身宣法，去说当我单身的时候，我有单身的思想，但是我在婚姻的当中，我就忠于我的丈夫，我的配偶，好好的享受在婚姻当中。好，那这10个课题里头呢，不是说我没有经历过，我告诉你10个课题里头呢，我们都有经历过，但是我们都经历过之后呢，我们走出来了。好，所以等于说希望大家不要太快放弃对你的婚姻太快放弃，好好守住。好，这个给大家守住真爱，守住婚姻。你跟你的配偶2个人从交友谈恋爱到结婚，你们真爱嘛，爱对方，真爱嘛，你就应该守住那个婚姻。婚姻呢在培养爱情，婚姻是可以培养爱情，爱情呢维持婚姻。所以我们说真爱有4个爱嘛，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友情的爱。第2个呢爱情。第3个是什么？激情。第4个呢是亲情。那上帝在中间，上帝的爱保守这个4个爱，我们叫真爱之花。你怎么样去保守这朵花不凋谢？4种爱没有一个爱缺乏的。有些人说觉得说我有我跟我老伴结婚我们都是老朋友了，那是有爱。爱情还在吗？激情还在吗？亲情是还有的，因为老公老婆了嘛。所以呢，爱情跟激情呢还是要培养的。所以说婚姻培养爱情，不论你结婚多早，你结婚30年40年还是可以培养爱情的。那爱情呢能维持我们的婚姻更加的美满。那你说破镜可以重圆吗？可以的。爱情也可以重来的，只是你愿不愿意 can 愿意委身吗？刚刚说的 CAM 嘛，愿意委身吗？愿意调试吗？愿意滋养吗？愿意经营你的婚姻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婚姻讲座第1讲，这是一个开场白，一个引言而已所以我们后面的会就进入到这个10大难题的部分那这个10大难题呢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来讲的。那我们也看情况会找人来现身说法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来提出来跟我们来提问的，好吗？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请我们的主持人上来了，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然后有什么要回应的好，太精彩了，开场白我就已经脑力激荡了。你已经有问题问了。对，没有问题问，但是脑中就想象很多的问题。
想象中很多的问题。对，像刚才那个一次性筷子，蛮有趣的啊，是新快乐。对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哎，对我们像夫妻像筷子是吗？对呀，对呀，对，这也可以打架对。嘛，撞在有时候夫妻撞在一起啊，夹不好吧？哎，怎么夹这个花生夹不住呢？夹这个豆子怎么夹不住？就会生气嘛，对不对？没错，不合作嘛，把它丢掉，要换一个筷子。要换筷子哈。对，所以筷子要买好一点的，金属的不会坏。对，象牙筷子或者是韩国那种的筷子。是很好玩。然后还有那个第一次知道原来整形还可以离婚，可以搞到离婚，所以还是不要去整形啊。没有啦，整形是可以的，但是要跟对方交代一声啦，不要说啊，就说哎呀，我去整形了，然后呢，以后生孩子呢不像我的话，你不要吓一跳啊。就是说婚姻的那个诚实度，对吗？对呀，对呀，忠实嘛，你要告诉对方嘛，凡事都要报告嘛。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真的凡事有报告吗？我要来问师母，那个师母凡事都有报告牧师嘛？就是有啊，凡事都有报告，他也说凡事都有报告啊。那以前的事，可是结婚以前的事也要报告嘛？像整形，其实这是婚前的事情，对吗？对呀，但是婚前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整形之后，你们不想生孩子还没有问题啊。哦，你要生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就不一样了。你看看那个相片嘛，生出来孩子需要去整形。哎呀，到时候孩子会说：“妈妈，怎么我不像你呢？”人家说我是不是捡来的？那妈妈是要跟他讲说：“哎呀，要跟孩子解释，妈妈去整形了。”对，原来是这样。哦，那个碧霞姐说要不锈钢块，跟我想的一样。哦，不错，好，那就我们要给这个刚结婚的新婚夫妇呢，要给他们一双筷子，不锈钢筷子。这主意不错哎，我们哎，对，一双嘛，2对嘛，一人一对。对，哎呀，是，还有，刚才有说哦，其实这个节目呢，不是只有给已婚的哦，那未婚的人来看呢，就是打预防针哈。对呀，哎，说的很好啊。大家知道说进入婚姻之后会面对那么多的问题，不只是在婚前就有问题了，婚后很多的问题都要去面对的啊。对，而且有时候婚前就听人家讲很多问题，可是你不会感受到那个是什么问题。比如人家说挤牙膏会离婚，你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后来真的觉得挤牙膏对吧？因为刚才讲他几年都不变了嘛。后来我说，因为他们没有想到，那刚好我也是刚好去讲一个课，真的是有一对夫妇在众人面前吵起来了。真的，我在讲课的，我说，他说我们就是在结婚那么多年了，挤牙膏还在吵架，每天都在吵啊。我说那么简单，我说你去买一个牙膏嘛，一人一支牙膏不就好了吗？然后老婆回忆说，买牙膏还要用钱呢。解决方案。对，我说一支牙膏多少钱啊？我说好吧，我买给你好了。为了要赚一条牙膏是吗？所以师母有曾经想过，那个婚姻是爱情的，就是说还没有信主前，会不会有想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嘛。那有会啊，因为我不是之前说嘛，我爸爸的兄弟姐妹个个都离婚啊，那我妈妈那边也有一半都离婚啊。那我说，那我结婚了就离婚，那干脆不要离了，不然就是进入坟墓当中了。是有道理，就不要结了这样子。对呀。对，那现场观众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过的呢？然后这种听说会觉得很可怕哈，就是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会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不要结婚，我就一直在那边恋爱呀，或是甚至就选择同居，对不对？因为他觉得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这样子。对啊，但是后来也是有些人同居久了之后，就发觉到那个同居呢，对他们来讲没有保障了。然后就发觉到他们同居之后呢，他们就发觉到大家的尾声没有了，因为同居不需要尾声嘛。反正我们谈不来，
啊，你不喜欢我再跟你生活在一起啊，那就分开了。啊，事实上分开之后，那些同居分开之后，他们很痛苦的，是真的，对，是吧？身心嗯，理很想不对呀、到的问题这样子。是，对，然这样后子。师母好像有提到这个，真爱杂志，哎，对，呃，这一起迎战后现代5大家庭危机，就是说也鼓励给大家去打预防针啦，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保守，或者是我们没有发觉到说，我们周边的环境已经在改变了啊，是，那也是外面周边环境改变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也会影响到婚姻生活。那我们怎么对，样去面对？那我们要请你了解一下，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个文章，也是叶嗯，高煌会长哈他写的是，啊，嗯，那我就鼓励大家去看，嗯，是这个扫码就可以看到哈，真的是确实是，是这样哈。我们一家人也是，后来有一次发现，哎，怎么大家坐下来以后就开始滑手机？那就是一个危机啦，一个家庭的问题了，大家都不对不对？说话了嘛，对，后来我就坚持说，哎，大家那个坐在餐桌要把手机放下，对不对？对呀，像譬如说我女儿我女婿回来，我们3是，家人呐、我们都讲嗯好了，一吃饭呢，手机全部放在包包，不能拿出来，一拿出来就是对对方不不尊重，礼貌啊。既然难得大家从各地地方回来相聚，为什么还要用手机呢？你跟你朋友都常常在联系啊，你跟家人见面不多啊。后对，来大家就守住这原则，有些时候他还说：“妈妈，你不要看手机。”我说：“对，我现在要联络教会的问题，我刚处理完了，我再联络。”妈妈太忙，而且有时候是坐在对面，然后还要，哎，你干嘛传讯息给我？我就坐在你对面，对呀，很好笑。OK，所是以这个真是是，的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如果你有婚姻上面或者是有什么样子需要我们协助的，然后也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到我们的真爱辅导室来找师母，对吗？嗯，哎，对，然后也欢迎他们了。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在那个信息嘛哈私讯当中提出对，问题。有啊，是的，已经有人在私讯都联络我问题啊，谈恋嗯，爱的事情啊这些哈。那我觉得是说有需要的话的欢迎可以提出来。嗯，是的，然后就是不要觉得是小事啊，挤牙膏我们也可以的，也可以帮忙。对啊，不要说挤牙膏啦，哎呀，那个嗯，枕头怎么放啊？枕头怎么办？睡觉要怎么睡呀、这些都会有因子。真的，哎呀，啊，来我们教会的话，可以送枕头又送牙膏的，对，像有这种，我自己说的哈，来找我，OK，找得到我的话，好，那我们就要预告一下喽，下周五同一个时间，守则2吗？破除对啊，婚姻的迷思，对啊，对，婚姻当中很多人以为是什么啊？以嗯，为应该是这样，但是不是他想象那样。因为有一些人受了一些大众传媒不正当的、不正确的教导。是，对。有嗯，人问说，可不可以网络辅导？可以啊，我刚说了，我已经有人帮人家在做网络辅导了。你看，是，从日本的打电话来跟我辅导啦，从对，打好电多地方话，啊，那用微信啦，用 WhatsApp 啦，啊，是，又从这个以色列啦、马来西亚啦都有的，中国啊都有啊。对，所以欢迎你哈，不论时差跟我们联络哈，然后安排时嗯，间。好，对，对，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哈，我们终于进入小学了哈。那个我的同事跟我说，哎，那个你之前讲的那个幼儿园的哦，什么时候有进阶版的？我说我今天就开始进阶版了，先有小学，然后再来有小孩之后是中学版的嘛？对，没有错，亲子教育了。我们现在都还在小学阶段而已哈。是，对，追踪我们，然后按赞，然后开铃铛提醒，每一次就会提醒你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陪着我们这个是快乐的的，晚上哈。快乐晚上，周末。好，
周末塞车的夜晚。在不同地方是安息日啊，小巴他们就以色列了。是不一样国家的那个不一样国家的，是有机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师母也去过非常多国家。是我们的啊，对，我们下次可以婚姻的游艇啊。是哦，爱之船。对，爱之船啊。欢迎加入我们。对呀。好的，谢谢大家哈，也欢迎大家可以介绍给大家有需要的人去听。是，那我们现在也有在票圈上面，如果你有在中国的朋友，你也可以跟我们要票圈的连结网址。OK，对，好，那就下星期